天有事家己做花祈祷。今仔是10月初5，诗篇71篇第30安尼讲：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我通时常惦念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保护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石盘甲避难所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你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全能上帝。你是监察万事、创造万物、掌管万物的主宰。主啊，我要学落你。学落你的真实，主啊，我要学落你，学落你的美善，因为你予阮通活靠你。主啊，阮的字要讲起你的信息。因为你的应允确实无落空。主啊，阮的嘴要保养你的公义，因为你已经对患难中救阮出来。主啊，你做阮